歡迎嚟到一語成語。嗱，如果而家有人話你呆若木雞，你第一個反應會係咩？嚇，話我呆，鬧我遲鈍，冇反應啊？冇錯，我哋今日成日用呢個成語嚟笑人目睹、笨拙或者嚇到呆晒嘅樣。但係你知唔知呢個成語喺2000幾年前嗰陣，原意不但唔係貶義，反而係讚美緊一個人天下無敵。今日就同大家揭開呆若木雞嘅秘密。話說喺春秋戰國時期，齊宣王係一個鬥雞迷，佢請咗一位馴雞大師，叫杞子幫佢訓練一隻戰磨不勝嘅雞王。齊宣王好心急，10日之後就問杞師傅：隻雞搞掂未？打得未啊？杞子話：未得住，此雞而家仲好勇鬥狠，成日谷住道氣，一味想衝去打架，呢種虛火未除，未得。又過咗10日，齊王又問，杞子答：未得啊。佢一見到其他雞嘅影，聽到啲雞叫，仲會即刻有反應，眼神會動搖，呢種好勝心仲未甩到。再過10日，齊王開始唔耐煩，杞子依然搖頭。佢而家望住對手，仲會怒目而視，盛氣凌人，呢啲都係鋒芒不露嘅表現，仲差得遠。到咗第40日，齊王已經等到無癮，點知杞子行出嚟，微微一笑，得咗啦，呢隻雞已經去到呆若木雞嘅境界。齊王半信半疑，帶佢去鬥雞場實戰。結果其他鬥雞一見到呢隻木雞，唔係衝過去打，而係即刻擰轉頭，夾住條尾走夾唔抖。成個鬥雞場冇一隻雞咁同佢對戰。呢隻睇落呆滯滯嘅雞，連手都唔使動就贏晒全場。點解會咁？原來莊子呢個故事係想講一種極致嘅修養境界。呆若木雞嘅呆並唔係蠢，而係精神高度內斂，將所有鋒芒、殺氣、爭勝心全部收晒入去。外在睇落好似木頭咁呆，實際上已達至得勝完備嘅狀態。真正嘅強者根本唔使張牙舞爪，唔使怒目而視，淨係企喺度，氣場就已經令對手心怯退縮。呢個就係不戰而屈人之兵嘅最高境界。咁你又問啦，點解後尾會變成貶義呢？語言就係咁得意，流傳嘅過程中，好多人只係睇到表面個呆字同木字，慢慢忽略咗背後嗰份深不可測嘅內功，結果就用咗嚟形容人木木獨獨，反應遲鈍。所以同一個成語，由讚你天下無敵，變成笑你成嚿木咁。下次如果有人話你做咩呆若木雞咁㗎，你大可以笑住同佢講：多謝讚賞，我依家正處於天下無敵嘅狀態。呢個成語教識我哋，真正嘅強大好多時候睇落都好平靜，唔使嚇下大聲夾活，唔使鋒芒不露，沉穩內斂，無招勝有招，先係最難打低嘅狀態。覺得呢個成語故事有趣嘅話，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，撳埋個鐘仔。我哋下集繼續發掘更多成語嘅秘密。拜拜。